各位家長早晨，又到好書推介嘅時間啦！今次想同大家介紹一本關於個人成長、建立自信嘅圖書，書名叫做《不一樣也沒有關係》，希望你哋鍾意啊！小朋友踏入3至4歲呢個成長階段，開始知道自己同其他人唔同嘅地方，亦都開始識得同其他人比較，會察覺到其他人嘅感受。喺呢個時候，孩子好需要家長們嘅引導同埋鼓勵，學習懂得欣賞自己嘅特別之處，建立自信。今日好想同大家介紹一本圖書，叫做《不一樣也沒有關係》。內容係講述主角迪迪係班上面嘅新同學，因為覺得自己嘅外表同其他人唔同而變得自卑。但係同學們冇因為迪迪嘅外表而唔同去玩喎，更加俾佢明白到每個人都係獨一無二嘅，要識得欣賞自己嘅長處，建立自信心。以下希望爸爸媽媽可以陪同你哋嘅仔仔女女去睇呢本圖書啊！封面上面你見到有啲咩啊？係啊，有一班小雞喺公園一齊玩緊啊！呢本書叫做《不一樣也沒有關係》。小朋友，你又跟我讀一次啊！不一樣也沒有關係。寫呢本書嘅作者係鄭詠詩姐姐，畫啲靚靚圖畫嘅呢就係 Joey 姐姐。我哋一齊多謝佢哋啦！不如我哋睇下呢個故事係講咩嘅？今日班上嚟咗一位嚟自樹林嘅新同學，佢個名叫做迪迪。迪迪好怕醜喎，當老師介紹佢嘅時候，佢都一直耷低個頭，低到好似就嚟貼落地下噶啦，所以大家都睇唔清楚佢個樣。老師知道迪迪好怕醜，就想鼓勵佢。迪迪，你做咩耷低個頭啊？你唔使怕醜噶，老師會陪你一齊認識新同學噶。迪迪聽完之後，個頭耷到越嚟越低，而其他嘅同學都好友善，主動去認識迪迪。佢哋就話啦：你好啊，你好啊，迪迪。迪迪聽到小雞們嘅問好，最後都慢慢將個頭抬起嚟，同大家打招呼。大家好喎！當迪迪抬起頭，大家都變得好驚訝。小雞們就話啦：哇，綠色嘅鼻啊，綠色鼻嘅迪迪啊！原來迪迪雖然同其他小雞一樣有黃色嘅皮膚，但佢個鼻就同其他小雞唔同，係綠色嘅。迪迪知道大家對佢嘅外表都喺度議論紛紛，覺得好自卑啊！迪迪就話啦：無論去到邊，大家都覺得我好奇怪，唔中意同我做朋友啊！到咗小息嘅時候，海海同其他同學都想認識呢位新朋友，於是就一齊去揾迪迪。但係大家都唔知道迪迪去咗邊度。海海同其他同學都大聲叫迪迪個名，想揾佢出嚟啊！海海同其他同學就話啦：迪迪，迪迪，你喺邊度啊？快啲出嚟啦！原來迪迪自己一個匿埋咗喺滑梯底，佢覺得自己個樣同其他人生得唔同，好醜怪啊！覺得大家都唔中意佢，所以就匿埋，唔想俾大家發現到佢啊！最後小雞們都發現咗迪迪啦，佢哋就話：迪迪，終於揾到你啦！原來你同我哋喺度玩捉迷藏。迪迪以為大家都笑緊佢，驚到唔敢走出嚟啊！原來迪迪誤會咗，小雞們係想同佢做朋友啊！小雞們就話啦：迪迪，我哋想同你做朋友啊！迪迪唔敢相信，於是佢鼓起勇氣再問多一次：但係
我個樣同其他人生得唔同，你哋真係願意同我做朋友？小雞們一啲都唔覺得迪迪奇怪，仲覺得佢好特別。海海就話啦：你個樣好獨特啊！其實我哋每個都有唔同嘅地方，你睇下我頭上面有個蛋殼噶。東東就話啦：我好似一隻大灰熊，好高大噶。健健同埋康康就一齊話：我哋嘅皮膚同你唔同噶，你睇下我哋係綠色噶。聽完大家嘅說話，迪迪終於都揾返自信心啦。佢知道原來每隻小雞都有唔同嘅地方，亦都有自己獨一無二嘅特點。迪迪都接受咗自己嘅特點，終於開心返啦。迪迪勇敢咁講：我同大家都唔一樣，有綠色嘅鼻，我有敏銳嘅嗅覺，可以容易啲揾嘢食，好特別噶。迪迪同小雞們一齊手拖住手，歡迎迪迪成為佢哋嘅新朋友。迪迪同小雞們就話：唔一樣都唔緊要，唔一樣都唔緊要。迪迪同埋小雞們一齊好開心咁跳舞。迪迪就同佢哋講：你哋都係我獨一無二嘅好朋友。故事講完啦，小朋友，你哋鍾唔鍾意呢個故事呢？好啦，等老師問下問題，考下你哋先。故事裏面嘅迪迪點解唔敢走出嚟見同學呢？係啊，因為迪迪驚同學取笑佢個樣同其他小雞唔同。等我又再問下你哋先。迪迪最後點解會開心返嘅？因為迪迪知道原來每隻小雞都有自己唔同嘅地方，亦都有自己獨一無二嘅特點。小朋友，呢個故事好唔好聽啊？我哋都要好似迪迪同佢嘅朋友咁，接納別人同埋自己嘅優點，仲有唔同嘅地方，要懂得互相欣賞啊！不如你哋都同爸爸媽媽分享下呢本故事嘅內容啊！如果你哋鍾意呢本故事書，都可以請爸爸媽媽揾俾